引爆億元嘅商機啊！客戶究竟係邊度嚟嘅呢？解開億元企業嘅第一道門匙啊！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本書咧，如果你係做生意啦，又或者做 marketing 嘅，好可能聽過呢一本書，知道呢個作者噶啦。好似都有一陣子咧冇同大家介紹過商業類型嘅書籍啊。書名叫做《$100 Million Leads》，作者大名鼎鼎嘅 Alex Hormozi。呢個創業家咧，絕對唔簡單。佢創立嘅企業咧，年收入高達2億美金啊！每一日可以吸引超過2萬個潛在客戶。如果你本身做生意嘅話咧，你聽到呢個數字，你會知道一啲都唔簡單。點樣做到呢？咁今日我就會分享部分呢本書嘅精華內容啦。2零幾日又係啦，我會講晒成本書嘅。呢本書 total 會有5集。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撳下面條 link 去加入會員去聽啦。我建議大家喺 Patreon 嗰度加入嘅。YouTube 都可以，咁但係 Patreon 咧就可以冇廣告啦，同埋咧可以有背景播放嘅功能啊。如果你本身都聽開啤啤鵝嘅話咧，咁 Patreon 嗰邊咧係仲有年費嘅優惠噶，大家可以去望下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即刻開始今集嘅內容啊！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咧有啲公司做生意咧，哇，好好生意噶，唔憂做噶？咁但係啦，有啲鋪頭，有啲公司咧就哇，搵隻鬼影睇下都冇噶，靜到烏蠅飛過都聽到啊！但係呢度嘅重點咧就係兩間公司賣嘅嘢可能一樣嘅啫，點解一間有咁多人，另一間就冇咧？咁作者喺呢本書就講咗一個重點出嚟啊，就係究竟人哋知唔知你呢間公司，又或者你呢間鋪頭嘅存在先？呢個道理聽落好似好簡單嘅，係咪？喂，咁你連間公司連間鋪頭都唔知佢嘅存在，咁當然啊，你就唔會去幫襯佢咯。咁作者就用咗成本書嘅篇幅啊，去解釋呢樣嘢啦，就係任何企業嘅成敗咧，最核心嘅一個差別就係佢嘅集客能力啊。集呢度嘅意思咧就係收集嘅意思啊，好務實嘅成件事。你諗下啦，無論你嘅產品有幾好，服務有幾優質都好啦。如果冇人知道，咁就冇人感興趣啦，係嘛？冇人感興趣嘅話，咁你 sell 空氣咩？係咪先？舉個例子，話有個人咧做嘅蛋糕，的確咧係全香港最好食噶。咁但係啦，佢間鋪頭咧喺嗰啲舊式工廈入邊嘅最頂層啊，冇廣告，冇宣傳，咁結果咧就係可能你都有 fans 嘅，咁就係一班好少數嘅你嘅 fans 咧知道你嘅存在咯。咁相較之下啦，一啲連鎖嘅蛋糕鋪啦，雖然個味道普普通通。咁但係啦，因為佢有大量嘅廣告嘅投放啦，同埋個門市個曝光率好高，所以啦啲生意咧就遠遠超過嗰一間咧全香港最好食，但係喺工廠大廈頂樓嘅嗰間蛋糕鋪啦。咁作者喺書入邊就強調啦，企業存在嘅目的咧就係要解決問題噶。你個客面臨一個問題，而你可以提供到一個解決方案，咁單生意咪成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問題就係咧，點樣俾嗰啲有呢個問題嘅人啊，知道你嘅存在咧，知道你可以幫佢解決問題啊？呢個咧就係我哋叫做集客嘅關鍵所在啦。書入邊提到咧，集客嘅策略咧可以分為4種方式噶。第一，由熟人開始咧擴展出去啊。第二，由陌生人開始擴展出去。第三，提供一啲免費內容。第四，去做一啲付費廣告。聽到好簡單嘅，係咪？咁但係啦，好多人知道，但係又唔見你做得好好啦。所以啦，魔鬼往往都係咧藏喺細節入邊啊。而今日我特別想同大家分享咧，就係作者 Hormozi 佢提出嘅一個100法則啊。咩意思咧？就係如果你做緊生意嘅，你想集多啲客，咁你就試下呢個100法則咯，就係連續100日，每日做100次營銷嘅動作啊。例如係每日打100個銷售電話啦，cold call 又好，warm call 又好，乜都好啦。send 100封 email 啊，又或者係創作100分鐘嘅內容啊，因為佢認為成功咧，往往唔單止係在於你做緊啲乜嘢，而係在於你做咗幾多啊。你每一次做呢一個嘅動作咧，都係為到你去有一個更高嘅曝光率，從而去提高你嘅集客能力同埋機會啊。嗱，你想象一下啦，如果你每一日淨係 send 1封銷售嘅 email 嘅，咁你計埋咧，一個月可能得1至2個人回覆嘅啫。咁但係如果你每一日 send 100封咧，就算個回覆率唔變啊，一個月之後你可能都會有100至200個回覆嘅。呢個咧真係一個數字嘅問題嚟嘅啫，係咪？即係譬如你打 cold call 都係噶，咁你如果個成功率平均嚟講咧係1%嘅，
咁你打嘅數量越多，咁你成功嘅數量嗰個次數咪越多咯。就算你個成功率係不變，都係1%。咁呢個100法則咧，其實都令俾我諗翻起啱啱開始做 podcast 嘅時候噶。最初咧，大家可能唔知道，即係我係可能一個星期出一條片嘅啫。因為當初咧，我都冇真係好有系統啦，好有心機咁樣去真係全心全意咁樣去做。咁所以最初嗰幾個月啦，其實都唔知幾個月啦，係最初年半左右嘅時間啦，其實都係冇太多嘅聽眾嘅啫，有聽眾，但係冇太多嘅聽眾。咁去到後期啦，我出片嘅頻率咧就高咗好多噶，由每個星期一集去到咧可能一個星期2至3集，跟住再漸漸地咧個聽眾開始越嚟越加咯，由幾十人去到幾百人，去到幾千人，去到而家16萬啦。而我而家出片嘅頻率咧係每日一片噶，即係如果你係會員嘅話咧，你係每一日都有新節目聽噶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本書睇到呢度咧，就係令我諗翻起呢一段嘅經歷啊，成功往往係堅持嘅副產品嚟噶，你堅持喺一條啱嘅道路上面咧，咁成功係只不過係咧會跟住嚟嘅一樣嘢嚟嘅啫，你唔需要咧特別去追求呢樣嘢噶。咁而 Hormozi 嘅呢個100法則理念咧，就令我諗起咧複利效應啊，無論你投資啦，定係即係原子習慣入邊，你想建立一個習慣都係噶，係嘛？複利效應看似一啲好微小嘅行動咧，咁但係日積月累之後咧，就可以為你帶嚟一個好巨大嘅變化，幾何級數嘅成長啊！突然間有一日，就好似啤啤我啦，FIRE 族投資嗰啲咧大盤 ETF 咁樣啦，開頭個金額唔係太大嘅時候咧，咁你上上落落少少，每一日都個變化唔係好覺眼嘅。咁但係啦，慢慢咧，直至到有一日，我發現，咦，原來我每一日嘅股票嘅上落嗰個金額已經多過我份糧啦。咁呢個咧就係複利嘅威力啦。爆炸性嘅成長啊！而如果聽緊嘅你係想創業啦，又或者係創緊業啦，又或者係咧一啲細公司嘅老闆嘅話咧，好多時咧我哋有一個最大嘅誘惑啊，又或者藉口啦，我唔知係叫誘惑定藉口啦，已經就係咧我哋成日都好想等待一個所謂完美嘅時機啊，等待一個完美嘅產品啦，等待一個完美嘅策略啦。咁但係啦，呢本書 Hormozi 咧佢就提醒我哋啦，行動本身係比完美更加重要噶，就算你個策略得70% 完善咧，咁只要你嘅執行力達到100% 嘅話咧，咁都比咧你有100% 完美策略，但係只有70% 嘅執行力要好得多啊！嗱，咁但係當然啦，唔係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呢種咁高強度嘅工作方式嘅。咁佢呢個100法則咧，就只不過係提醒咗我哋咧，無論你喺咩領域都好啦，成功往往係屬於嗰一班咧願意俾人哋付出得更加多嘅人噶。你諗下，你放工做緊啲乜嘢？人哋放工做緊啲乜嘢？而隨住時間嘅推移咧，過咗幾個月，過咗1年、2年、3年之後咧，時間一長，人同人嘅差距就會拉得越嚟越明顯啦。咁聽完今日呢一集咧，我想留俾大家一個問題嘅就係喺你嘅生活又或者事業入邊咧，有啲乜嘢係你可以連續100日，每一日重複100次嘅行動咧？咁而呢個行動會令到你朝住目標前進幾多咧？而聽日嗰集我就會繼續同會員嗰邊咧深入探討一下 Hormozi 所講嘅集客磁石啊，集客磁石就係我哋成日所講嘅 lead magnet， 呢一個令到潛在客戶主動揾上門嘅一個好神奇嘅工具啊！聽日再傾，我係啤啤，拜拜。